来关心天气哦，气象署表示讲，这礼拜哦，同款嘛是真热热的天气，北部地区哦上高温会到36度以上，全台湾各地哦过道拢会落雷公雨，雨霾呷粗。另外，气象署嘛预告哦，山风台会伫拜二到拜五影响日本。 烧热的天气，袂少民众行伫路的是哪掠雨伞、哪觅日头，天气实在是有够热。气象署指出，未来一礼拜全台拢会出现32度以上的高温，尤其是北部地区上悬会来到36度以上。 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向闷热的哦，那尤其在礼拜三之前，可能在北部可能会到达36度左右的高温，提醒大家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哦。 虽然天气热，不过未来一礼拜受到季风环流及压带影响，各地拢爱注意过道了后，有可能会有雷公雨，也是短时间闪大雨的状况。气象署提醒民众爱随时载雨伞出门。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势为主哦，有时候下的比较急促一点，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家里附近的一些排水的状况，而且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大雨发生。 气象署指出，三风台伫27号至30号之间会进入日本四国，向九州方向进前。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，爱特别留意航班的资讯。记者伫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